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来看来讲，连续2天拢是100例以下。今日新增加这个死亡案例吼，敢若是6例尔啦吼。那么看来讲，这死亡的这个发病日吼，上尾一个吼，咱看来讲是这个5月这个部分，啊，其他拢是6月吼，表示讲咱这个这个数字来去看讲这个死亡的这个部分吼，咱真正会当去期待讲未来吼解放日子是毋是会当来加速吼，但是。到底是毋是2月28会当解放？但是中讲吼，这个明仔这中道进程吼，才会来去讲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即阵湘北也是伫咧高风险区啦吼，咱都要守好势。尤其咱过去咧讨论讲，台北龙山运销公司也好，树林登记照护这个机构也好。另外，咱嘛看到讲，即阵佫逼出着台北这个艺术中心的这个工地嘛，传出着这个群聚感染。另外，咱嘛讲到针对这个台北市龙山运销公司这边啦吼，咱看到迄当阵看到5月中可能就传出着一寡这个案例啊，但是在台北市府敢有积极来去做一寡处理咧？迄当阵嘛看到讲台北市政府啦吼，拒绝中央来接管吼，迄当阵可能有一寡这个王必胜要去前进吼，去遐设一个前进指挥所，但是台北市政府讲我家己会晓，家己会当来处理。开始大规模快速体检，咱嘛看到讲有一寡这个乱象哈，动线安排也好。还是讲大规模体检无进行到 PCR， 然后就来注预防下，这到底出什么问题？咱等当好好来讨论。另外，就是因为台北龙山运销公司这个问题，尤其真正是全台湾东北二路，咱看到菜色也好，水果也好，拢伫遮做一个集中的这个部分啊人流的这个流动差不多一天拢有这10万人尤其是全台湾安尼可能会去炭烧。所以咧，即阵嘛开放着，即个7月初开始，有一寡即个第7类甲第9类啦嘛有一寡部分的人会当来去注意风险。其中咧，咱嘛看到讲除了即个咱讲的相贴的即个人员，咱讲的即个即个菜市市场，也是讲市场的即个人员，你只要是即个合法，拢会当来去注射避免着咱生活会去受到即个影响啦即个打伤也好拢总会当来注射。另外，咱要过来检视一下就是咱过去一直咧讨论到的即个公平性的即个问题。看到好心肝也好，也是即阵逼出到即个好心病院偷注射即个风波。一开始咱看到讲是即个台北市先弄出一个图啦讲因已经领100外罐尔去啊另外，即个好心病院就跳出来讲，这是卫生局讲，敢会当来帮我注射消化一下啦因为讲啥，市长讲今仔日一定要做好势，做好了。另外，台北市这个发言人，伊讲啥？卫生局安尼这个做法无妥当啦另外，这个咱嘛看到讲，在台北市议会咧做质询的时阵，看到讲，这个本地要辞职的这个卫生局长吴世杰啊，伊讲感觉这个立委高嘉瑜真正是伤超过直讨。一开始讲要注啥，注互啥，注伫咧这个医护人员头顶。另外，咱看到讲这个房屋也好啦这个行政拢做伙做直讨安尼真正是伤超过。但是这个高嘉瑜伊嘛不会回，伊安尼讲，伊讲伊甲何新若是有任何这个私交，就来示立委啦伊讲绝对无去用桥的，是安那伊做着选民服务替因讲，因为因真正做一个妇产科这个大病院啦台北市真正差不多1/3、1/4。拢接生拢是伫即间即个诊所来去进行的所以伫遮咱看到讲真正即个部分咱爱去好好来讨论讲即个公平性的即个问题，也是讲是咧政治操作啦咱毋望咱的即个首都虽然风波不断，咱毋望即个风波嘛赶紧来冻点。另外，要来看到是国产疫苗这个好消息，咱的这个友邦国家Paraguay这个是咱甲咱向这个国产疫苗注文100万吨咱也是成功进行到这个EUA，可能都会当来这个出货啦另外，咱来防的是啥物？全球即阵疫情上届病毒上厉就是即支Delta 印度变种病毒，伊的传染力，咱过去讲差不多加6成这尔济WHO 嘛讲全球即阵可能变成是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啦因应安尼，咱看到讲其实咱的这个入境的这个部分，嘛有一寡改变入境了后14天，进前1天你要改隔离的时阵，你就来做这个采检 PCR 避免病毒探入来台湾。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先来邀请咱的这个老朋友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炳雄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赶快嘛是咱的老朋友，第二位咱要邀请成功病院家医科主治医师刘秉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咱的新朋友哈，基层医疗协会秘书长罗元忠。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是，咱首先要带大家来关心吼，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先来解封，互大家较有信心的吼？咱看到讲，今仔这个案例啦吼，本土的78例，死亡6例啦吼，这个部分连续2天已经来去吼100例以下，是不是解封有可能？但是两部长安怎讲？先做来听。好，我们今天的确诊的病例数那本土的病例78例那境外移入的是1例。那死亡的案例是6例，那整体的确定的病例新北市43例，台北市25例。那整体的个案现在是维持在比较低，维持在比较低，这也是代表着整体的医疗上面的控制相对的稳定。从7月1日起来配送相关的疫苗，这新的到货这一批的疫苗可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做分配。好，那接种的对象接种的对象，第7类维持国家安全及社会机能正常运作者，那第8类是65到74岁的长者，然后另外已完成第1剂疫苗者可建议接种第2剂的时间同厂牌来完成接种，以目前的科学证据，还不建议混打现在看到这张图啦，这指挥中心互咱的这个图啦，采检的这个趋势确定的这个病例，咱看到已经是落出来起来。另外这个研判的这个日子，咱嘛看到是安尼这个趋势去落出啦另外这个发病日的这部分是咱一直咧强调的咱讲这阵 RT 已经比1搁较细甚至是0.5以下啦咱讲这个数字来去看。未来这个死亡人数今仔剩6例，未来这个死亡人数嘛会针对这个发病日这个部分来去做降低啦所以咱讲真正过去迄30几例案例这个死亡人数，下摆可能较看无吧，继续先来请教教授。咱希望是安尼啊，是，因为这即马一直落来可能若无啥物意外的代志，应该是无问题。但是佫是爱佫提醒大家讲是，因为这款病毒啦，进到社区里以后是袂当归零啦，所以咱是虽然咱真努力来甲伊算出来，甲伊吹出来，但是无镜头的人嘛是一定还佫有的啦，那佫有时对遮对遐，有时佫有一点仔病例嘛唔免惊赢啦。OK， 对，但是咱一定拢爱一直注意安尼。是。但是咱即摆上好就是讲，咱的时大人较迄个较高危险的会破病的迄款，咱预防车做甲差不多啊。即摆就是个提醒一下讲恁若还未去做的恁即摆就经过来甲补起来。经过来补起来是因为咱若甲时大人顾好势少年的。偶尔来感染一下是较要紧啦。就是这个少年的，伊可能这治病袂变重症，袂死亡，这个病情然这个可能咱讲，这个好好来去观察，尤其咱讲，即阵已经开始从6月开始看，过去这个400例、500多例，即阵感觉这个一波来去200多例，即阵来到100例以下啦所以这代表讲，咱是不是解封6月28有可能？继续请教刘医师。我是讲完全解封，应该是较无可能啦当然，你讲会当降级我嘛是感觉也无讲遮乐观啦当然，以趋势来看，当然是一定是好的啦毋过主要来讲的话，我感觉是像这个陈时中部长讲的，为解封也是部分条件的情形下去解封。我是感觉这是当讨论的因为上届就是讲，你也甲部分也是一寡地区直接去解封了。你其他还佫足严重的话，一天30-40例的所在，都有可能会这个病情佫拖落去啊。即摆人咧烦恼讲，甚至佫一寡人咧讲的讲，这无镜头的这病人，伊也伫社区内底，人都也无一定掠会煞啊。你即摆甲有镜头的这人，全部拢佫走出去，会有可能佫会第2波出来。其实老实讲，以台湾即届来讲，该算甲国外来比，已经说无简单啊啦。真紧都甲。真紧，咱伫个半月内底，其实已经甲这人数为400-500例降来，剩这个70几例你若以看国外的人数来看较早以较早来看，500-600例去了，就足紧就破1000去啊，破1000了，我就无偌久就破万啦。这算讲咱人民对政府的期待是足悬的，咱的技术
一开始拢是零嘛吼，所以咱变做讲，十几例甚至100几例起来，咱对政府的要求就足悬的，甚至对这个恐吓这个感觉就足严重的。是。伫国外，对你看即马有个解放的国家，迄有一工仔咧千几例、万几例，伊就咧解放啊。美国就是安尼。伊敢讲，我住的人数已经有够啊，我到这个社区的这个群体这个保护有够啊，伊就开始解放啊。这就变做咱基础无共款，基础无共款，变做大家对这个病的惊吓感就无共款。所以一般来讲，咱当然希望讲回归到咱大家袂敢讲，出门咱会惊吓。是。咱甲人咧接触之间，袂敢讲，因为安尼咱会惊讲叫人拖着，感染着。所以咱会希望讲，当然看这个数目愈来愈少是愈好。第二个，咱就爱看讲，伫注意风险人数嘛，爱愈来愈济。安尼开始讲，咱讲这黄金的交叉啦，吼。是。这个爱看会出来讲，愈来愈。为后壁咱避免第二波、第三波个感染的这个方向去行，安尼较是较好。就是靠预防针啦吼，即阵咱预防针已经来，咱等下嘛讲着吼，7月初开始有一寡人会进入来吼，这个地沟类吼，进前拢会使来去住啦吼。咱头拄嘛讲着吼，预防针，譬如讲相体啊、邮政人员吼、团部吼，亲像讲第一线这个记者人员，也是讲真正这个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驾驶啦吼，外送人员，因遮拢是负责着吼，咱讲吼第一线这个吼，咱会当维持着咱生活这个部分吼。预防针吼，该做都爱去做吼。虽然咱有看到一寡这个案例，咱等下好好来讨论。但是咱嘛讲到吼，即阵有一寡政策上的一寡小可的调整啦。安怎来调整呢？尤其咱讲吼，即支吼病毒吼，这个变种的病毒 Delta 真正非常厉害。咱过去咧看讲吼，这个印度啦吼，30几万的逐工安尼确诊吼，即阵真正即支这个变种病毒，即阵开始咧探全球啊。咱看到讲广东也好，中国也好，因安怎？全力来去做一寡这个围堵啦吼，就是卖互这个病毒吼，伫因的这个境内吼直传吼，所以伊嘛采取着真强硬吼这个做法吼。我真侪朋友吼，因就伫迄个 IG 头顶铺上一个人确诊，因这个边仔这个小区啦吼，拢总封起来，甚至讲24点钟内，这个2万人都爱做完这个快速的这个体检，有这个 PCR 啦吼。所以伫遮咱即阵嘛一寡这个入境上的这个改变吼。譬如讲，咱头拄仔讲过，14天的进前一天你要解除隔离了后，你可能就要去做这个 PCR 啦吼。这个病毒吼有影真介厉啦吼，咱来请教这个理事长、副秘书长啦，来讲这个病毒吼，甲咱即阵小可这个政策上的这个调整。是安尼啦吼，就是说这个病毒吼，伊虽然拖甲真紧吼，不过一般来讲吼，伊死亡率无讲真悬啦吼。不过它因为伊的传染足紧的吼，所以咱的政策上，嘛是爱加强预防针的接种率啦，安尼才较有办法来抵挡这个目前这个状况啦。那万一吼，若有为国外入来，安尼因为咱即马台湾内底无这个 Delta 变种株啦，吼。那为国外若佫入来以后吼，这可能状况会完全无共款。所以咱伫个边境的防守必须要做得很好 ，OK， 才有办法来防止这个状况。OK， 这个边境哈，尤其咱过去年外来拢是边境做得真好。虽然今年这波本土疫情，可能边境遮有一寡这个隔离上的这个问题，无做甲真好势。本土疫情伫遐看开，咱真正好不容易，真无简单，伫咧这个高半月内底，甲伊压落来。即阵若是搁有即只吼，这个印度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就要甲台湾，可能咱这个疫苗注射率吼，还未清关进前，可能会有另外一波吼大感染吼，所以咱真正避免这个状况。另外吼，咱就来关心着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咱头拄讲着全国啊吼，这个南北二路的这个菜色也好，水果也好，拢伫咧吼遮来做一寡这个供应啊，甲这个批发的这个部分啊吼，所以伫遮安怎避免这个传播链继续来去进行？即阵台北市政府讲，我家己有办法，我家己会当来做一寡快速体检，但是欠缺 PCR 啊。另外，咱讲吼，直接做预防针有啥物这个效果啦？吼，咱先来看咱的报道。透早想要去万代国小做快筛，但是名额煞已经分了，民众心肝火倒。如果没有筛检，又不能工作，对不对？问题是名额那么多，要给一天100个人。为着方便未来做疫苗的作业，由北农先做名单，安排快筛的时间甲地点分配进行。但是伫咧5月14，北农就出现确诊者，但是一直到6月22，才赶紧启动快筛。有人是感觉讲动作伤过慢。有点慢，有点慢，因为之前就是大家没有那种危机意识啊。怎么会不会紧张？
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了防止北龙的群主哪拖哪垮，台北市对拍卖员、中盘商、大头家等等做快筛，预计3天内爱采检4000人。中心和仁爱和这一站是1000个，对，这已经是剥皮了那个可能1个礼拜的量啊。北龙这边的烧毁事件，嘛影响到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有24个确诊者是新北市民，机动体检队嘛赶紧进驻沙丁堡甲邦桥的果菜市场，预计2-3天内就会完成全面体检。到今天早上为止，已经筛了1000多人，全部都是阴性。在北龙跟新北2个果菜公司，平常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大概流动两边互相往来的人数有10%，大概约200人。侯友宜指出，新北的果菜市场公司员工大约有2000人，会比照北龙，替新北果菜公司的中盘商、拍卖员、甲理会员等等，拢做名单来注写。拍卖过程嘛分区、分时段、分会来进行，避免伤侪人客做伙，要甲风险降到上低。6月20日的饭店开始，就要摕阴性的检验证明，才会当出入双北的大白市来交易。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台北市农产运销公司吼，这个今仔日这动线安排吼，可能吼真侪人去这个万渡啦吼，是讲有的人排会到，有的人排无到吼。到底这个动线的规划会当搁较好无？但是上重要来啊，咱讲到安那，这个快速体检了后，这个无 PCR， 可能有一寡这个为阴性的这个部分伫这个社区吼，伫遐拍走啦吼。另外伊讲哦，这个策略是啥物？策略就是要紧注预防下啦吼。做了后，就拢真正万无一失了吗？教授？注意风下了，搁上少嘛是爱2礼拜，伊才抗体才会起来。你即马甲做的时阵，可能会当想讲咱是有一点仔浪费啦。拍算去哦。一点仔拍算去，因为可能无办法救即个原水救来是进火，救袂到啦。因为预防下这个病吼，甲天花啥物无共款啊！天花你若安尼来做，一定足成功的。OK， 伊迄足慢的，但是这足紧的。你即摆有人看到人有破病的时阵，已经传出去啊，一定有传出去。你即摆搁用快筛的时阵，搁是伪阴性啊，一寡人伫遐，所以这真严重吧？我是感觉你若安尼做了，后摆拢大家拢要来安尼学的时阵，就是一个较无好的示范啦。应该是亲像咱看到这个苗栗科技抢这个问题的时阵，有发现代志，先隔离也好，还是讲先来处理快速体检了后。无代志了，再来去处理。停工一下啦。但是伊讲袂当停啊，伊这影响到吼，全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700多人安尼吼加起来。较严重。是，伊是讲安尼是国安危机啦。但是咱先搁请教这个刘医师啦吼。这真正的，若是讲快速体检了后无进行这个 PCR 吼，头拄咱讲到这个为阴性的这个问题，你吼可能嘛有一寡这个意见吼，标对讲针对着这是预防式的这个预防下是治疗性的这个预防下，对，即摆咱较烦恼就是讲，伊即摆体检，伊即摆甲你讲伊阴性的了，伊就无搁要做 PCR，伊无做 PCR，伊无就甲你确定讲，伊即摆做出来这是毋是伪阴性啊？是，伊毋是伪阴性的情形之下，伊即摆就甲你做预防下，当然咱挂是你讲这是叫暴力性的。处理啦吼，当然咱上惊就是讲，有可能这个病人伊可能已经有身躯顶有病毒啊，伊可能是无镜头的，也甚至讲伊还未发病吼。这时阵你可能预防下甲住落去，咱拢知影这预防下住落，有的人会发烧啊。是。你即摆这发烧，你到底是因为预防下副作用，还是你即摆其实发病起来啊？你无一定知影。无法度判断。你无得去判断啊！无得判断的情形之下，有可能这病情就去拖掉啊。伊发烧，伊就是讲伊是预防下的问题。伊嘛是照常去上班啊，退烧药吞了伊就去上班啊。是毋是你伫这拍卖过程中物流的交流中，还是甲这人流的交流中，你有可能就这病毒就搁拖出去啊？咱拢知影即个北龙的代志，主要是搁有新北市的家人遮的人口，其实拢会入去北龙内底咧上班。是，所以这一个所在拍卖市场会拖出去，毋是讲影响到台北市这市场咧。其实伊走出去的足侪市场都有影响，甚至包括伊甲专联这个消息，因的接触，伊的货物咧送的过程中，你有可能遮经手的人，其实有可能拢个病毒炸于你的水果、你的菜内底。是，你消费者伫买手遮咧摸遮的水果、摸遮的菜，是毋是有去用感染的风险？这嘛是拢无得避免的。所以一般来讲是安那，有当时你爱去选择啦，就是讲你也无法度完全去
去休市吼，你上无你爱甲人流降载甲上低啦吼。所以降载上低的情形之下，伫这空间就爱这时间，去甲其他会当休困的人流啊去做进一步的体检。体检的方式，你袂当讲我即个阴性就保证讲伊这人绝对身躯顶悬无病毒。可能是还袂发病。对啊，有可能无你看。伫即个放假，嘛是安尼啊，一开始体检的人数，到后壁嘛是一直搁继续要有爆发出来嘛。逐工嘛是啊30-40个、20几个、30几个，所以你就知影讲，这也走出去，其实无一定讲你讲第一批体检就甲全部人拢掠出来。有影。所以有当时啊，有可能搁拖转去厝里的，也是讲伊甲走转去厝里搁传转来。所以你我就去完全去排除啊。是，所以咱看到讲吼，伫咧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即个火敢真正会当互消灭吼，真正咱真正期待莫搁传出去吼，无咱讲吼，即个网咖即个案例，自北传到南部、中部，甚至吼，咱讲吼，即个全台湾拢是安尼，即个卡价即个部分吼，真正使人惊吓吼。但是咱继续过来请教即个秘书长啦吼，可能吼，即个若是有快筛无 PCR 即个部分，有另外一波疫情会先伫台北市开始。另外咱嘛看到讲，新北市已经有即个24个加到咱讲即个家人遮吼。即个林佑昌市长吼，伊讲哇，真正咱即个规个拢是生活科啊啦吼，绝对袂当放松去的，你安怎看咧？我先讲一件代志，就是我感觉吼，做预防射甲做 PCR 其实是两件代志啦吼。我个人是袂讲真反对做预防射，可能你会讲，若做预防射可能也发烧，你毋知是有问题啊无问题啊，发烧的时阵，再过来检验一个 PCR，其实会使区分它到底是毋是真正有问题啦。因为伫咧发烧时阵，大部分的 PCR 拢会，若只是有感染，做会出来有结果啦。OK。毋过吼，伊若无 PCR，我感觉足危险的，足危险的，因为吼，伊若无做 PCR，就像大家刘医师讲的非常好吼，就是讲伊等于可能伊有带源，还是无没有症状的传染者，可能都会传染给因兜厝的人，啊变加入一个小群聚，到时候这里一个小群聚，啊加一个小群聚，你有变啊。整个东西还是有可能扩开哈，你若看咱最近哈台北市，艋舺地区哈，啊加树林遐哈，北投哈，台东区，好这几个离艋舺遐较近的所在，拢那个确诊的受理哈，拢降的速度比其他地方还佫较慢啦。OK， 所以其实这令人非常的担心啦。佫有一寡南山的这个案例吼，伫咧这个艋舺这个边啊吼，咱讲即阵因为这个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出一款的这个问题，这个台北市政府哦，即阵讲啥有一个2点控，是这个批发市场的专案的2点控吼。无论是这个吼农产运销，这个鱼仔的啦吼，还是卖花啦吼，等等这这个吼运销吼，这个做这个拢爱去做一寡这个快速体检吼。咱嘛望吼，这个风波吼紧来去动点啊，无真正影响到咱可能期待6月28这个微微啊解封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进展吼，可能会受到一寡这个影响伫咧吼。所以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台北市另外一个这个争议，自这个好心肝甲吼这个咱讲的这个好心病院吼，昨好心嘛开记者会来反击吼，先做来看。好心肝诊所违规注疫苗的风波，即马嘛牵连到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台北市长郭文德讲，高嘉瑜先甲好心诊所抄着85罐的疫苗，地市卫生局为着要甲疫苗分好了，才发予好心肝诊所115罐。台北市府日暗时公布高嘉瑜抄代志的经过，毋但卡一通电话尔，而且佫误解传简讯，前后后要求要爱300吨甲200吨的疫苗。6月初2甚至要求等莫德纳来才来补。卫生局长黄世杰批评讲，这是软土深骨。也若高嘉瑜是佫一届出面背会，强调讲，若是有施压套疫苗，就会家立委失调。这件事情我是可以用我的立委职务来做保证，说我跟核心诊所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那从来也没有踏进去，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支持。那如果有，我都可以辞去我立委的职务。面对市府公开对话的记录，高嘉瑜表示，伊袂主动来公布，会尊重市府甲卫生局的决定。市府嘛表示，卫生局甲市府政策也未开放予诊所家己做疫苗的时阵，就先发予好兴，这确实是有毋对。不过好兴做的对象有部分的人员无符合第1类至第3类的资格，这嘛依法来裁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它违反第29条中央施打对象的规定，所以我们依照65条。处罚30万到200万。是不是新闻所报道的一些什么其他公司跟检疫人员在你们的赖记对话里面并没有出现，而去施打到他们身上的这些人？没错，就是因为有不是施打对象的人
所以我们会裁罚。他们其实也担心说，那如果没有打到的话，其实对会接触到孕妇的人来讲，都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疑虑跟市府转达。核心也一直坚持说，他们都是符合规定的。我想这点大概就是核心自己要去确认这件事情。高嘉瑜强调讲，每一年有7000外的红婴仔伫好兴出世，占台北市的30%至40%。伊强调讲，是考虑到有新的人甲红婴仔的安全，才会甲选民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咧看到这件代志吼，到底问题是出伫倒位吼？到底有特权还是讲吼用这个立委的这个身份去讨一寡这个疫苗无吼？一通电话卡起哩，台北市政府你才有这个预防针无？其实咱嘛看到讲黄世杰有一寡这个处理啊吼，伊随交代吼其他这个卫生局这个同仁来去做一寡这个处理。另外，这个预防针都交甲吼这个核心者吼，咱过去有印象吼，第一波的这个部分吼，差不多是10档40档，尾吼开始有这个10档这个部分吼，每手当中安尼加起来吼是有差不多100外档啦吼，那100外罐吼会当住1000外人吼。昨伊嘛提出着这个名册讲吼，因这个部分拢会当来公开去做一寡吼。这个解说，但是这个台北市的副市长讲，因有一寡人是无符合规定吼，要开发30万至200万，当然这个核心的这个营运长伊就讲真无爽快，伊讲我是依照你来要求来去做啦吼，而且咧，伊佫提出着咱的这个对话记录啦吼。伊讲迄当阵资料吼，差不多40档40罐10罐了吼，佫讲恁佫有需要无啦吼？这是台北市政府一个这个小员工啦吼。伊讲5分钟，佫互我决定一下。是啊，伊讲今日可能袂当哦，这个对话这个内容是差不多暗时8点外啦吼。伊讲一定要今日拜托的，无因就惨啊吼。是安怎讲咧？伊讲因为市长讲今仔日一定要做好了，那大家嘛回想到，迄当阵有一寡这个记忆吼，有人咧比较吼，6都现在台北市住上慢啦吼，所以当阵台北市佫有下令讲，哇，你着加这个村的物件村的疫苗紧去做，所以逼发做这个好心肝。另外，好心肝去用逼出来了后，这个台北市府才摕到咱讲这个核心有另外嘛是住100外档啦吼，100外罐啦吼，所以伫遮有一寡这个争议伫咧吼，这到底争议，这个教授你安怎看咧？这是看了真奇怪的代志，有一个咱一个国家有一个政策吼，你来拍这个疫苗，还是无啥有够，毋知来定讲谁较先拍，谁较学，谁较学来外口再来做嘿。即马恁若凊彩来甲伊换来换去的时阵，安尼就变甲真奇怪，就敢若就无规矩去就无规矩去啊！你会当无规矩，伊嘛会当无规矩。咱本来的计划就拢无去。是，这是一个真无好的示范啊。OK， 这个无好的这个示范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到底这个诊所伊该有啥物功能？这个本地这台北市这个过去这个立委啦伊讲啥？伊讲这就是一个选民的这个服务，伊看到讲差不多有这个8000外的这个红婴仔拢伫遮出世的，为着咱讲小囝化的这个因素啦吼，以替因来去讲话，做一寡这个选民服务，伊讲真正无熟悉啦吼，但是这个凸显着啥物款的这个状况，继续请教刘律师。其实你也为因的对话记录来看啦吼，第一届其实好兴讲要甲讨40罐的吼，台北市其实嘛是互伊40罐啦吼，嘛是有确实互伊啦吼。其实伊第一批交出的人吼，伊家己甲市政府讲，我就讲400几个人，所以。迄阵市政府伊讲，我互你40罐一罐，咱想迄个拍宅的住宅的人，所以你想袂当有440个人会当住。你就看伊开始搁追加讲，我搁要10罐，搁要5罐，搁来搁10罐，伊追加起哩吼。这时阵其实我是感觉台北市政府家己都爱去了解啊。伫做迄个名簿仔内底，确实是毋是这个人是符合资格？你是毋是有一笔一笔去对？无你会当讲你第一批来，你互我医事人员，甚至我甲你答应讲，你行政人员一间就是会当2个尔嘛。所以你一个第一批互我做测这个人数，这个人员就是伫顶悬啦。伊当然后壁咧看伊的对话记录，伊讲因为有个人伊是伊伫即间注册，毋过伊伫第2间这边咧实验嘛，所以因咧人数安那。毋过你会当去了解嘛，确实是毋是安尼？包括讲这个人是毋是有医学的这个直条的号码，这其实都会当去进一步去了解。所以变做讲头前的这关，伊也甲你乱报人数，你第2关你家己政府单位，你家己要去做审查的部分啦。你袂当讲我爱讨10罐，我就互你10罐。你讲无够，我就互你
甚至讲我感觉迄个黄局长伊其实讲，伊感觉即个立委讲，即有一条甲伊软土抢过的部分伤超过安尼。我感觉其实吼。你也已经有这个感觉啊，你都唔通继续。你都爱冻掉啊！你都爱冻掉啊！甚至你当甲这件代志继续为定员报起哩，互高市长来做决定啊！吼，变做讲你家己已经有这个感觉啊，你搁放互下骹的人家己去决定讲要互伊唔互伊。吼，我感觉伊当然伫好兴内底，伊最后搁写起咧讲，因为你看最后到上一天，搁向要互伊20罐。真正咧消费地啦吼。对，毋过这消费地的代志，我是感觉应甲头前无关系啊啦。OK。吼，你有可能头前其实好兴嘛，要有一点仔责任啦。OK，就是双方面拢有责任吼，就是一开始吼，你动用到这个立委者，可能有一寡这个关系上，因为迄当阵6月初2的时阵，有大家有记伫无？迄当阵有6000个哦，这个基层医疗人员农业的注射，谁那好兴会当先摕到，这是一个点。第二点是讲，哇，迄当阵要消费地啊，消到迄阵消费户啊，好兴你拜托者，帮我做者好。来，医师。我讲两件代志吼，就是第一，大家主持人嘛有讲过吼，6月2号时阵，其实阁有足侪医师还未拍的，吼，拍未拍预防针，甚至到6月8号，后生间摕几罐，100罐，迄阵嘛有医师还未拍，啊，就后生间摕去煮，毋是医师的啦，不是嘿技工，啊，毋是优先顺位序的吼。我遮摕一个提醒函，吼，这是台北市吼医师公会发的。提醒函，重点是伫遮啦吼。台北市医师公会吼，6月2号至6月4号连续3天，因为迄阵真侪人还未做吼，所以来发这个提醒函，帮忙造册来做这个预防针吼。啊，结果6月2号进前，小核心其实已经摕50罐啦，已经5月31号都已经摕到啊吼。所以真侪医师拢真感觉很愤怒啦，就是讲。阮的诊所吼，阮要甲你吐，拢无办法，连要互阮拍嘛，无爱互阮拍吼。直到连6月2号那时候吼，才开始在造册。啊，像那小核心吼，因敲一通电话，马上就有啊吼。这差别待遇，可能提供大家做讯息。是，所以咱看到讲吼，这回的争议真正会当吼虽来冻点就冻点吼，但是吼可能检调者吼，嘛爱进入来去做一个调查，到底一开始的时阵吼，你有讲吼去敲。预防射无，啊，另外吼，你安尼防敲到尾啊，吼，你有防讲吼，你着帮我倒住无？即款即现象无，拢爱查好一个清楚啦吼。另外，咱讲疫苗咧欠的即个时阵，咱即阵有即个485万吨吼，差不多即个部分吼 ，AZ 也好，Moderna 也好，即阵咱讲吼，即个有一寡做的即个顺序来去改变啦吼。啊，咱嘛看到讲，即阵啦吼，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的即个友邦要买咱的即个国产疫苗，那等待咱的即个 EUA 就是紧急授权即个部分吼，紧急使用授权，若是通过了后，即个100万吨吼，可能就会来卡即个咱的即个友邦家啦吼。先做来看咱的新闻报道。研发国产疫苗之一的联亚生技，即嘛传出有外国的订单，签约的相片即嘛公开。徛伫个正中央的是台湾友邦巴拉圭的卫生部长波帕，伫个伊分司边的是台湾驻巴拉圭大使韩志正，甲联亚合作的美国公司 Vaccinity 策略长哈里森嘛有出席。巴拉圭政府顶一日宣布甲 Vaccinity 签约，买100万吨 UB612的疫苗。目前等台湾通过紧急授权，巴拉圭就会得通过紧急授权。高端公司2家公司，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规划跟处理，这个就由他们来做说明。Vaccinity 嘛，伫个官方网站公布这个好消息，那摕到 EUA， 巴拉圭会成做世界上头一批摕到 UB612的国家之一。因那巴拉圭卫福部嘛表示 ，UB612的疫苗按算伫个今年热天就会当出货。不过联亚的态度是真保守，强调讲伫个摕到 EUA 进前，袂对外来说明。那外交部是真欢喜看到联亚积极扩展海外的商机，表示讲会持续提供必要的协助。由联亚生技集团所研发的 UB162号的疫苗，一旦取得我国的紧急授权之后，巴拉圭将可以率先成为获得这个疫苗的国家之一。我国政府我们一向鼓励台湾的企业要跟友邦加强交流跟合作。外交部我们乐见联亚生技集团跟巴拉圭的卫生福利部签署疫苗采购合约。美国宣布捐予全球8000万吨的疫苗，分做2批来配送。最近公布第2批5500万吨分配计划，包括台湾在内亚洲国家有1600万吨。不过台湾第一日拢总摕到250万吨，已经是2批配额的总额，国内别个有分配到疫苗。
针对这点，驻美代表肖美琴证实，有争取请美国提早提供疫苗，因若敢会搁甲美国来争取疫苗，会照国内指示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看来讲吼，即阵可能咱的国产疫苗吼，伫咧第一批吼，即个高端这部分吼，伫咧6月底特别去吼进行这个 EUA 到底有通过无通过啦吼。啊，若是真正通过吼，就是咱讲吼，有一只咱会当注这个国产疫苗伫咧这个7月这个部分来去进行。啊，另外一支吼是这个联雅吼，咱的这个友邦要去买吼，这支吼。咱若是通过着共款吼 ，EUA 因就会当来去做进货啦吼。第一只吼，咱嘛是望个咱这个国产疫苗吼，真正若是无过吼，咱过去拢所讲的，都爱搁定来吼补一寡这个资料。但是伊若是有过，咱真正甲拍破啊啦吼。尤其伫这2期预防下，咱看到讲吼 ，AZ 也好，Moderna 好 ，AZ 啦吼，咱过去有讨论过吼，这个时间上吼，注预防下死亡的这个案例啦吼。即阵吼，伫上新的这个统计 ，AZ 吼154万人已经注过吼，差不多有这个119例这个死亡案例啦吼。另外 Moderna 遮吼，因为这个分配这个数字较少啦吼，所以即阵才注差不多7万外人吼。尤其迄当阵讲要吼第一批甲第3批的人来去注吼，即阵嘛开放着有新的这个负责人会当来去注吼。严重不良反应差不多有16件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即阵整体预防下吼注射的人吼，差不多是160万吼，安尼加起来165外万啦吼。另外这个咱过去嘛有讲到吼，这个死亡的这个人数吼，甲伊这个死亡率的这个背景吼，爱去有一寡做一寡这个符合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啦吼，就是讲啊，这个是大人吼，本地就这个自然死亡这个案例吼，咱一再咧强调，但是有一寡案例，咱嘛要来好好这个注意啦吼，这一寡讲有一寡爱破白来去做一寡这个报告啦吼。另外，这可能真正毋是即期写的这个问题吼，爱搁调查，就是讲这个婚林吼，这个好尾遮有一个吼，这个中医社这个一个员工啦吼，6月2日伊做完 AZ 的预防车，迄当天咯就饲这个母婴啦吼。另外，咱看到讲6月2日这个饭店的时阵，伊的这个红婴仔吼，就已经来死亡吼。家属怀疑这是甲这个预防车有关系啦，但是这拢爱去到做好好调查啦吼。另外，这个英国，遮咱嘛过去有讨论过吼，这个3月初8咱用迄个时阵的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个图吼，伊即阵佫有上新的这个统计来看到讲英国吼，这个已经差不多接近4000万人来去做过吼，死亡案例有1295件，这可能拢是时间上的这个问题啦吼。另外，美国遮已经超过吼3亿200万剂吼，这个注射超过这个5000外人来死亡。另外，韩国伫遮1300啦吼，1300万人死亡案件是261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头拄也讲到，这个国产的这个疫苗啦吼，买手啦吼，有人就是有这个疑虑，看到这个死亡案例也好，不良反应也是有啦吼。大家都讲我是毋是来做这个 Moderna 啊？但是若是讲 Moderna 其实伫咧科学上也是期刊上，咱当然看到讲其实伊的这副作用也好，不良反应也好，其实比 AZ 较大。另外一波啦吼，若是讲真正这个 Moderna 来去做了后，有一寡人佫无爱去做啊，这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咱再来讲，这个是毋是要难咧做吼？预防下难咧做的这个现象，来教授。预防下难咧做是安尼啦吼，因为开始有这个议题的出来吼，议题出来就是讲，开始的时阵 AZ 疫苗开始咧用的时阵。啊，佫毋知影咧，大家拢咧用对无？啊，就发现讲有迄个血角的代志。哦，血角的代志，啊，血角代志就想讲，啊，无咱即马甲伊较大人，因迄阵看拢是少年的嘛，吼，所以咱讲，啊，无咱少年的就莫拍。啊，即马已经有人拍，有人接着一剂啦，对无？啊，即马第2剂要安怎？啊，就讲啊，无来混打，啊，就开始有，就是有即个问题，啊，毋知来做讲，啊，无咱来做一个实验。所以到即马为止吼，有3个国家啦吼，做临床的试验吼。头一个就是英国，英国啊，佫咧做啦。英国敢若甲你讲，我有互因注射吼，啊，甲伊就是伊足济伊有4种的疫苗吼，来安尼，来做回男的，慢来慢去。啊，伊差不多一出来时，伊就先甲你讲，伊敢若甲咱讲副作用吼，讲不良反应，伊是讲吼，迄个系统性的会发烧啦吼，会疲劳，迄会较严重一点。但是嘛，无讲袂当接受咧。啊，伊就无讲抗体的治疗。啊，即马倒一个什么啦？即马德国吼，德国就做了较认真吼。德国嘛是共款的代志，伊就是讲注射了，啊，即马就爱来换 BNT 对吧？吼，所以伊就看讲，伊做了袂歹，就是讲伊讲注一AZ 先做，啊，伊就等啊57天了吼，啊，这就是遐个人的迄落
遐人迄落抗体红的这落加加啊，对无？是。啊，即马60天、73天，伊抗体就压起来。落去，互伊一个注一个迄个 BNT。啊，即马上尾啊，迄个吼，就是 BNT 注2下的。啊，咱看到啥？看到真趣味的，就是讲这混打的这两个吼，这浅浅啊，这个蓝色吼，比这个深的蓝色吼较悬。是。吼，这是伊的发现吼，所以这是一项代志。啊，即马伊个做一个讲吼，就是讲啊，即马无咱这个注意用下的人，甲伊的血摕出来看吼。啊，来点实验室内底来看讲啊，对变种株啊，你著看吼，啥英国、南非吼，啊个印度吼，啊你著看，啊迄边左边的吼是混打，这是男的组，嘿，啊右边的吼是2个 BNT， 啊嘛是看起来佫是共款，OK， 吼，佫是混打的。看起来是佫较好一点嘛，吼，啊伊，所以这是德国，伊是人无济啦，吼，人你著看一点一个人无济啦，吼，啊但是嘛，资料是袂歹啦，吼，所以甲咱讲科学上来讲，吼，迄是会使 ，OK， 吼，无问题。啊，即马啊，佫一个西班牙，差不多嘛是看差不多的资料是差不多啦，吼，因是讲甲较无遐清楚安尼，OK， 所以科学上来讲，混打会使拍，但是因即马做的吼，无回答什么问题，是无回答咱国产疫苗吼，迄个蛋白质的疫苗可不可以混打，这是都无。哦，就是咱头拄仔咧讨论，就是国产疫苗，咱真正若是讲 AZ 也好 ，Moderna 也好，即阵来480多万单，若是即个咱讲高端通过 EUA。到底高端会当去揽得住无吼？这是医用社欠的这个问题，甲咱国产疫苗到底要揽得住的这个问题无啦吼？啊，即马还佫一个代志吼，咱嘛是即马来小讨论一下吼，就是讲正常的一个代志，正常的时间吼，咱若进口疫苗的时阵，差不多咱拢会先佫做差不多100人啊、200人啊，是几百人吼，看看伊的即个抗体差不多啊，是甲西方差不多。OK。啊，即马所有的这吼，不管是莫德纳吼，还是即个 BNT 还是 AZ 吼，因对亚洲人吼，还是对咱华人资料真少啦吼。美国有一寡资料，美国的资料是甲咱讲吼，莫德纳吼，咱华人吼，亚洲人对莫德纳的反应吼，抗体会较好安尼。哦。啊，即马咱BNT 就较无遐好安尼。OK。但是咱唔知吼，所以我是感觉即马咱这疫苗入来了吼。因爱混打之前吼，咱爱保留伊迄纯净。哦，较顺的啦，伊去做一寡即个抗体即个比较。咱家己小看一下对，因即马是无办法啦，国会一种无办法了，就疫情遮厉害，咱要紧来先做啦。对，啊，但是嘛是袂使讲无收资料。OK。所以我想吼，咱指挥中心应该吼，较紧的，爱来准备做一款代志。OK。你甲资料收好了，再来讲我来混打看使，因为。不只是讲好过，啊副作用嘛有可能有无共款啊。OK。啊，你即马混打到底是一个唔好还是迄个唔好，你又搞不清楚。因为咱嘛知影讲混打了吼，第2剂的迄有较悬一点嘛，迄副作用也是。副作用较悬。迄个不良反应也较悬一点嘛，对吧？所以这是一寡科学的代志，但是嘛是真重要啦。OK， 即阵指挥中心是讲。建议吼，先卖揽得住，然后有一寡这个原因。最后就是讲，伊最后卖住的理由就是伊要去做一寡研究。纯正的研究。对。这资料若是收煞吼，后摆就照这个科学来去讲话嘛，会当啦吼。所以伊虽然讲即阵无建议，吼，伊讲有一寡这个临床上的这个也看袂出来，但是头拄仔这个教授嘛，甲咱提供着，比如讲德国的经验也好，西班牙的经验，然后拢是看着讲吼，这个主吼。这个无共款的这个预防下，可能是会使，尤其伊这个抗体真正吼，个产生的嘛较济啦吼。但是这个就关于讲吼，这个无确定性较济啦吼。啊，讲欠缺着这个临床的这个实证也好啦。啊，但是专家拢有无共款的这看法。安尼讲，可能会当揽得住吼，但是要先确定讲，多数国家是毋是会当这个无承认这个揽得住啦吼。未来若是讲疫苗吼护照这个承认这部分，但是过去咱嘛讨论到这个疫苗护照这部分，这拢是。假议题啦吼，对，迄拢会慢慢来一直变啦，是，有影。另外，咱看人是照科学来去讲话吼，这个相信这个 AZ 甲 Pfizer 会当来去揽得住啦吼。啊，产生的这副作用袂这个有一寡这个无爽快，但是无严重，保护力吼嘛袂歹，已经有相关论文出来。另外吼，这个前代感染科医师啦吼，伊安尼讲。
若是无确定后壁这个预防社当时来，然后会当考虑开放住的这个年会，这个无共款的人吼，会当较济咧。阮阵着吼接住第二社吼，这 AZ 的这个少年人第二剂会当男咧住 Moderna 吼，但是这就是回过头来讲。就是数量的问题也好啦吼，也有一寡这个临床上也无共款的这个看法啦吼。来，继续请教刘医师安怎看？当然我讲地位中心即摆伊毋敢出来甲大家保证讲男咧做一定是好的，主要是拄则咱教授讲着，即摆目前来讲看起来就是这3篇研究吼，较会当参考尔啦。OK。第一个人数可能无一定足济吼，第二个伊甲咱讲的大部分是 AZ 男即个辉瑞的 BNT 啦吼。所以对你来讲，伊即摆来讲，伊即摆要甲你保证讲，所以你即摆 AZ 的来男即个莫德纳来做伙做，伊可能证据愈少啦。OK。吼，所以伊当然毋敢即个时阵，伊国家的一个指挥中心伊来甲你背示即件代志。哦，当然你甲咱讲，有可能因为这一定是差不多，理论上应该是袂歹。毋过咱做预防性吼，当然咱看2点，一个就是安全性，一个就是有效性嘛。吼，安全性来讲，当然这3篇研究拢甲你讲，看起来即个。看起来副作用拢无大，不管是你是即个感觉人会忝啦，是筋肉酸痛啦，发烧，虽然可能比你做2剂即个 BNT 也是2剂即个 AZ， 拢搁较济一点点啊，问题看起来是上无增加即个致死率的部分啦吼，无人因为安尼怎过身去啦吼，所以应该是安全的吼。毋过第二个有效性来讲，咱看拄则迄几篇，其实伊拢是甲你讲的是有效的中效性的抗体，意思就是讲。伊嘛无甲你放入去即个实际环境内底，甲你讲，咱男咧住看起来，确实真正有一定的保护性哦。嘛无一定讲伊甲你放落去真实迄个真正的环境中，伊的保护性确实比你住2剂 BNT 还是2剂 AZ 搁较好。OK。哦，所以现在即摆地位中心伊毋敢出来甲你当胸口嘛讲，咱男咧住绝对无问题，就是你嘛无即个数字啦。OK。好，所以当然。咱啊，以研究目前所有的资料来讲，应该是无啥物大问题。哦，毋过咱就是欠即个 AZ 搁加莫德纳这2个去揽。所以当然大家会当保持一个希望啦吼。啊，真正讲确实到时阵有真正有 BNT 会当要1000档来吼，有可能指挥中心嘛有可能会改变这个做法，就是变做讲，恁会当揽咧做。OK。哦 ，AZ 揽 BNT 去做。哦。第二个就是大家有印象，一开始莫德纳15万档来阵，迄阵伊是毋是刚分7万档出来？对。伊7万档都分出来阵，大家讲啊，啥你后手偷偷伫仓库扣7万档起来？迄阵指挥中心有讲嘛，我保证或者做莫德纳的人，伊会当有第二下的机会嘛吼。所以咱对预防性咧算法的部分，你即马甲男咧做会大乱啦。OK。比如讲有一寡人，伊可能伊的体质就是会当做莫德纳。哦，你讲即马有些的部分，虽然讲。即个 AZ 有个国家支持讲 AZ 莫德纳都会当做，不过较侪国家是坚持讲mRNA 类吼，即类的预防性是较安全。哦，所以比如讲咱即摆开放讲哦，即个有新的部分吼对象，咱会希望伊会当做即个 mRNA 吼，会当做莫德纳。啊，当然有一寡伊可能 AZ 第一针做落过敏的，当然咱就只好保留，互伊去做 mRNA。不过你也即摆互大家选择伤济部分吼。有可能会大乱啦！你这个数目指挥东西，伊做歹去计算，伊做歹去按算的，伊嘛毋知告诉我做咧怎，是毋是咱希望的哦？几拍的人会当做第一剂，几拍的人会当完整做第二剂，会总无大乱去。有影，尤其即阵要变这个涵盖率的这部分吼，若是讲这个第一档资料啊，要去这做第二档，还是讲吼真正要拢全部来做第一档的这个部分，因为这疫苗来这个数量拢也未确定的这个前提之下啦吼，拢有一寡这个变数伫咧吼。虽然头拄有讲着吼，这个 AZ 甲 BNT 吼是这个男咧做，这个有科学上的这个证据啦吼，但是咱即阵就是也无这个 BNT 啦吼。那咱嘛望讲可能台积电也好，还是讲这个咱讲的这个过档的吼，这个500万档吼，拢总安尼加起来1000万档。会当吼大入来吼，啊，另外咱国产疫苗嘛会当对起来，但是若是这个国内有4剂预防针的时阵，咱会当来个讨论这个男咧做的这个议题吼，但是伫咧这个前提之下，咱搁要注意啥物？来继续请教秘书长。是安尼啦吼，今日台北市东华民工全国联合会吼发表一个声明吼，我伊大意是安尼啦吼，就是讲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吼，大部分的医生吼，啊个边境人员，他们可能目前敢做一档，吼，啊，即马咱的预防针来什么，咱唔知，吼，比如讲我若做 AZ， 啊，就 AZ 一直没有来第二剂，啊，要安怎？一直咧等，咧，安尼危险，因为做2档的保护力会比做1档较好，所以
咱无办法预测什么时候可以打到第二剂的时候，应该要会使提起这个混打，吼，大部分是这个原因啦，吼。啊，第二个我想要讲的就是讲，其实吼，咱即马讨论这个东西，除了科学问题，其实嘛会使讨论数学问题啦。哦呀，就是讲，即马这是咱目前有的预防针的数量吼 ，AZ 11.7万，19.92万，吼，啊，搁一个41万，吼，42万，啊，搁日本送咱的124万，吼，啊，这拢总加起来要接近200万，嘿。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有的 Moderna 哈15万哈，啊搁有一届24万，好，家己买，另外搁一个美国送的250万，加起来差不多290万啦哈。那未来搁有啥物预防针通开？咱本来预计要开1000万支的 AZ， 啊，即马因为加来11.7万吼，所以可能搁有988万左右吼。有人有一寡 COVAX 安尼拢总加起来是100多万档啦吼。对，嘿，拢共加起来吼，拢有 COVAX 哦，有420万左右，所以还有1420万左右啦。我们举个整数，大概1400万。你要想看卖吼，那混打吼 ，AZ 混打了很多的 Moderna， 啊 ，Moderna 我们大概现在目前各有还有看差不多 COVAX 会使搁互咱。差不多加460万，460万左右啦吼。所以可能你若真侪人打 AZ 搁做 Moderna 吼，可能到时候 Moderna 会不会不够 ？OK。啊，所以你的解套的方式就是讲来了很多的那个郭董疫苗，好等等类似这样，BNT 哈，看你哪摆使混打哈，那这个问题就解决啦安尼。所以可能嘛要想看卖这预防针的数量有够，还是无够。啊，你若混打，可能真侪人要抢这，还是要抢这，到时候会造成迄个排挤的效应。OK， 咱有咧讨论吼，咱讲 AZ 一开始吼，自3月开始入来时阵，迄当阵可能有一寡这个血价还是不良反应的这个案例，啊，一寡人就讲啊，我无去做啊，另外就是伫遐看，啊，尾手咱讲这波疫情起来时阵吼，大家就是讲哦，疫苗来啊，紧来，但是疫苗。大规模来去做了后，佫有一寡吼，这个死亡的案例，但是咱一直讲这是时间上，这个甲这支预防针直接关系，拢爱去做一寡吼实证的这个研究，破爆了后来去做一寡这个调查啦吼。啊，咱咧讲的就是讲吼，可能 Moderna 大规模来去做起，咱讲甲这个背景所达的这个背景，咱拢爱考量入去哈。所以未来可能死亡也好，还是讲这个不良反应的，其实嘛是佫会出现哈。所以大家。观念一定要正确，袂当讲啊，看到有一个不良反应，媒体咧报，你就对咧安尼行去，我就讲哦，我歹去做，吼，真正你考量你的这个身体，你若是符合吼，这个身体嘛是大丈夫的，你就是共款来去做啦吼，教授。一定是爱安尼想啦，你若无注意防下的时阵，啊，你不小心吼，来为着这个 COVID-19 的时阵，你来看你去大病院吼，啊，你去加护病房吼，啊，死亡的机会是偌大，你家己算看卖，你拢知影。但是你若去做这个下的时阵，啊，到底你会偌济？你真一个看，咱就知影真重要的代志。啊，搁一项代志是讲，大家就踮咧烦恼讲，啊，即马这Delta若入来吼。即马对咱是安怎？迄就一直想讲，那遮个变种病毒啊，这无效啊。其实咱顶礼拜就有讲过吼，以 AZ 疫苗，因为这英国有资料嘛吼 ，AZ 疫苗拍你做2下吼，有90%、92%的保护力，对这个Delta吼，所以这是真重要的资料吼，唔通想讲哦无路用无，卖来拍，所以拢一定爱来注射，大家拢一定爱安尼想，啊，你若惊吼，惊你小等2天，我看一下。但是你嘛是爱过来，嘛是爱做啦吼，嘛是爱做。但是咱讲吼，有一个男咧做吼，上大的这个部分就是讲，一定爱先做 AZ， 再来做这个 mRNA 啦吼。看到德国甲法国拢是安尼建议，有啥物这个咱讲若是，迄是真趣味的代志，因为药啊啦吼，预防针就拢是安尼。你若有做临床试验，你有做，讲安尼会使，你才会使讲安尼会使。哦。啊，你若无去做着，啊，你就唔敢讲。所以还袂 Moderna 做完做这个。迄个有英国有咧做，但有啊。OK。迄是那个牛津大学，伊做4种，伊拢混
足济，伊即马等伊出来再讲。所以这个科学的这个证据吼，其实拢有咧去研究，拢有去做啦吼。咱嘛讲吼，即阵上歹对抗就是这个运动病毒病毒啦吼。咱顶礼拜嘛有讨论过啦吼，其实注两下伊这保护力抑阁是真悬的吼。所以大家吼，咱嘛讲到。伊放射虽然毋是万灵丹，但是有当时啊，伊就是保护咱的一支蛇啦吼。真正咱莫互这个本地有轻症变重症变这个死亡，咱就是要避免这个状况啦。今日真正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吼，咱做伙讨论到从台北市这个案例吼，讲甲咱讲是毋是预防蛇买手主动性咱开放难得做吼，但是这嘛考量到咱数量的这个问题吼。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看，咱再会，感谢，多谢。